新嘅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合資格長者每個月可以領取2200蚊，比現時1090蚊嘅生果金增加1倍。唔少長者都支持計劃，但認為必須撤銷資產同埋入息申報。應該撤除啦！影咗講我哋咁大年紀啊，仲有得幾耐可以攞啊？係咪啊？係嘛？一個人我個80幾㗎啦，90咁滯㗎啦，咁啊邊度有100歲命啊？應該要捱咗幾廿年嘅時候，佢有到六七十幾歲嘅時候，應該就唔使點審查㗎啦。你俾咗佢有幾多年？好似我哋有幾多年命啊？係咪啊？你話就食得幾多年啦？冇幾多年㗎啦嘛，係嘛？另外，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手持標語橫額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請願，促請政府提高津貼金額去到最少3000蚊，仲要取消一切資產同埋入息申報。但係最終可唔可以獲得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批出撥款，就要睇各政黨嘅表態。民建聯、工聯會同埋公民黨表明要調高資產上限先至會考慮投贊成票，而民主黨同工黨就強調必須取消資產同埋入息申報先至會支持。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